台南大圆柏即摆协同新开幕的日本札幌药妆，捐赠医疗用品甲防疫物资，予台南市老人福利机构，阁有长者。即摆捐赠除了大圆柏甲札幌药妆以外，嘛阁有其他的7个捐赠单位甲1位善心人士。伫目前即个高龄的社会，老人福利机构的物资需求嘛相对的增加。市长特别来到现场，感谢捐赠单位的大心，并颁发感谢状。他们非常热心，而且帮忙我们年长的长辈，包括血氧机，包括这个血糖机，好，这个部分这些还有包括口罩、纸尿片这些的，都是年长的这个市民朋友们，尤其是在社会福利机构、社福机构里面他们所需要的。那总金额高达256万以上，好，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善行义举。那尤其在重阳节的前夕，可以让年长者有一个温馨的这个重阳节，来能过温馨的重阳节。即摆捐赠的医疗用品佮防疫物资拢总金额大约伫250万左右。市府表示非常的感谢善心企业佮有人士，伫个别来到的中央节进前捐出遮尔侪高品质的医疗相关用品，来提供照顾长辈使用。市府消费局嘛表示，老人人口数目前占台南市民总数大约是17.03%。随着老人人口数快速的增加，市府单位嘛会积极来甲民间的资源做结合，打造高龄友善的城市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